各位兄弟平安。咱时间已经到，请咱备办心今日的敬拜，请走个。上帝啊，愿你乖乖搬过这个天，愿你的阳光搬过全地。三角来吟圣诗，学老上帝。圣诗第298首，快乐快乐，咱来敬拜。请起立。
请由愿徛伫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日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这里亲像伫天日。阮日食今日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着去，着救阮脱的骗。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现行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伊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以外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撒迦来启应。信息后面启应文第27篇，启应文第27篇诗篇113。我来启，请恁来应。着称赞上主。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统合万国，啥人会当甲咱上主、咱的上帝相比？伊对顶摆提拔三车人。互因甲贵族排做伙，伊互未死的妇人人有大家庭。做声着称赞上主，请咱三甲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听阮的爸，阮的主上帝，主啊，阮感谢你，伫个寒冷的天气中间，你有缘引带带领阮众兄弟姊妹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你极大的恩典，阮为着安尼来感谢你。主啊，今日是阮一年一届会员的好会。主啊，求你头到尾带领引带，阮无用一般社会所用的会员大会来称呼，阮用会员好会。主啊，因为阮是伫个共一个神、共一个主、共一个洗礼的面，宣告结连伫个爸、囝、圣神三位一体的爸上帝。主啊，阮得到你的救赎，通甲你有结连，伫主耶稣基督，阮诚做肢体，三甲伫遮做伙奉献，做伙事工的推动。主啊，求你互阮，使阮合一的心，通和諧伫即个所在，因讲你的名，鼓励众人。主啊，求你使阮灵敏，带领阮的脚步，也使阮智慧甲能力，通处理好阮每一工所爱面对的世上种种的世事，搁通跑走天路。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
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你，将今日好会礼拜头尾恭敬摆在伫你的面前，求你赐福，求你带领。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下面请信歌队赞美，将你真道刻伫我心。
感谢圣歌队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60章第1节到第2节。以赛亚书第60章第1节，起来啊！发出光，因为你的光已经到。耶和华的荣光发现，照伫你的顶面。看，黑暗要砍全地，黑黑暗暗也砍列国。总是耶和华要发现，照你，伊的荣光要出现伫你的心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行伊的话人。下面正道道牧师今日的题目是开始生命的日程。两兄弟大家平安。啊，无你这个清冷的早起，咱甲咱头前后壁兄弟姊妹，你大声甲讲，看到你真好，看到你真好，看到恁真好，看到恁真好，真正看到咱大家真正好。约60年前，这个 Crosby。伊互称呼做全球质量管理大师、零缺陷之父、伟大的管理思想家。因为60年前，伊提出一款的零缺陷，又佮称呼做零缺点的管理。这个零缺点的管理，这个论述后来佮延伸出真多，比如讲零缺点的生产、缺点的预防、零缺点品质管理等等。这对全世界真侪工厂、公司拢有真大观念顶面的影响。其实零缺点，伊毋是讲爱绝对，真正完全拢总无缺点。但是这是一个目标，这是一个理想，希望期待这个零缺点会当成做最后的目标。毋茫每一个从业人员伫伊的工作单位顶面。会当努力做甲这个目标，会当将代志第一遍就做好对、做好。毋通讲到尾啊，拢爱考迄款的品管的检查，最后才去检验好的，甲送出去；无好的，甲留落来。若是安尼，对生产的成本、对交货的期间来讲，拢会有一款真大的影响。只是真可惜。真可惜，真侪代志无咱想象中会遐简单。就亲像讲，只有2间公司，这2间的 logo 看会出来是倒2间无？台积电、三星，喂，真正咱的水准有够悬的。一间是咱台湾的台积电，一间是韩国的三星。韩国的三星因的产品、因的制造范围有够宽的宽。但是今仔日咱来用一款高阶半导体做举例，因为这2间公司因的高阶半导体的机械，拢是同款甲一间河南省艾斯摩尔所买。这个河南省艾斯摩尔的机器，听讲进来迄款EUV 这款的极紫外观为显影的这款的设备，毋知咱敢有听过新闻咧报无？一台大概偌济钱？几若亿，不止几若亿哦，偌济亿啊！上新的机器咧做3奈米、2奈米这款的一台机器，爱120亿台票。所以咱有机会伫路边看到艾斯摩这款咧运机械的车吼，相当远的，你甲弄一个吼120亿，真正爸母爸囝亲车当残，有可能拢买袂起哦。但是问题来啊！是安那台积电会当伫半导体顶面的制造打趴韩国三星，因买是共一个公司，共一个机器啊。但是是安那一差遮尔多？当然，这个原因真多，迄是综合性的问题。但是，当韩国的三星伊伫伊的高阶晶片顶面，伊的生产的良率无法度提高，当伊的品管无法度起来的时阵，伊的生产成本就远远甲关机
台积电。当伊生产成本远甲管理台积电的时阵，伊所定出来迄款产品的绩效，都无人会当接受。所以这嘛，咱看到一个足残酷的事实，就是讲韩国三星嘛是一个足优秀的集团，但是当大家拢咧做同款的物件的时阵，就算这所有的员工都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想要把他们手中的工作做好，甚至做精准，做到毫无瑕疵。但是这款的目标，难得咱嚟讲，就算这大家尽力了，嘛是无法度做会到。所以，当这世界级的公司面对着这款世界环境严酷的竞争的时阵，咱也倒转来咱的信仰，倒转来咱的教会来看，咱伫属灵的世界，伫上帝国家世俗的精神的顶面，其实嘛亲像安尼啊。所以，咱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日子的时阵，一方面伊爱家己足积极去传福音，一方面伊嘛爱足积极拍拼去赶紧训练遐个门徒。因为每多为神的国拯救一个灵魂，这个世界就多一分的美好啊！顶礼拜伫咱教会中间咧练习的嘉义高中音乐班，完成连续3天迄款的数科考试了后，因要离开，带队的老师有特别来甲咱的办公室，要甲咱兄弟姊妹说多谢。要离开的时阵，带队的老师嘛回馈咱一个情形，就是讲，有学生因咧开讲的时阵，咧老师讲，真正面对即款的大学的联考，特别是因佫连续3天的数科伫遐咧考的时阵，大家拢足紧张的。我相信咱只要有考过高中联考、考过大学联考，甚至咱伫中间也佫有人咧准备研究所的考试，拢同款。我相信咱咧面对这大考的时阵，咱拢会真紧张。这学生甲因的老师分享讲，但是当因会当伫咱的教会做练习的时阵，当伊伫咱的礼拜堂、咱的楼顶楼骹咧做练习的时阵，因感觉到心甲平安，心甲安定。其实因伫遮迄几工，我有甲因学生开讲，因嘛是安尼讲，甲这个老师所讲的拢一模一样啊。所以，当他们在我们的教会练习的时候，他们可以感受得到那一种莫名的安心、稳定啊。所以，我想咱会当回想看卖一下，有可能咱在座兄弟姊妹，咱家己就有迄个经验，还是咱的子女嘛有迄款的经验。当咱离开咱家己的家、咱家己的家乡的时阵，去到外地工作、读册，特别是出国去。我早前去到加拿大的时阵，真正人生地不熟。就是靠着当地的教会接纳甲帮赞，靠着遐厝边的接纳甲帮赞，互我拄啊去到遐，啥物物件拢毋知的时阵，会当伫遐安心落来，好好啊开始伫加拿大的日子啊。同款，我加拿大读册倒转来了后，今仔日到过2天，我就对台南出发，来到台北食头路。拄啊到的时阵，对台北嘛是很陌生，好佳在公司的同事、厝边。包括在地的教会的接纳甲款待，互我迄阵伫台北食头路迄几年的时间，有真好的记忆，很好的回忆啊。所以咱若讲捌有即款的经验的时阵，咱就通知，当咱家己、当咱教会甲拢愿意安尼来款待出外人的时阵，相信以后咱家己，相信咱的子女以后有机会佫出外去的时阵。咱若大家拢愿意安尼做，每一间教会拢愿意安尼做的时阵，咱嘛通相信，有一天换咱出去的时阵，嘛有上帝天使的愿意甲咱款待接纳。所以咱会当看去，对新旧约圣经拢不断甲咱讲，当咱接待这出外人，这是上帝的旨意啊。也就是讲，当高中这的学生，当咱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当社区班、乐资班这的长辈来到咱的中间，咱甲伊款待接纳的时阵，咱甲伊款待接纳的时阵，毋通袂记，咱不只是咧帮忙这个社会人甲人的和谐，会当佫再进一步，咱会当帮忙这个社会佫较祥和。甚至咱会伫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已经接待了天使，
接待了主耶稣啊。所以以赛亚60章一开始，伊咧讲的毋是甲遮伫黑暗中间以色列百姓安慰，嘛毋是咧分析迄款世界的局势，互因知影讲这个世界就是安尼，环境就是安尼，毋是。伊是一个作命令式的现在式直述句，中文和合本直接讲的就是兴起发光啊！上帝爱咱为着伊来兴起，为着伊来发光。我嘛相信，当上帝旨意安尼叫咱兴起发光的时阵，咱也会当肯安尼做，咱伫中间一定嘛会当领受着更加侪祝福啊！也就是讲，咱毋是咧等待环境的改变，咱毋是咧等待这个社会要变更较好。上帝甲咱讲的是，咱爱兴起，咱爱发光啊！只要咱兴起，只要咱发光，就算做咱家己伫这个社会，咱只是一个微微的光尔尔。但是今仔日咱会当看到，咱若每一个人拢会当真做微微啊光，咱遮侪人聚集做伙的时阵，咱的教会就会当真做大光啊！只要咱有法度安尼做，咱的教会会当安尼做，我嘛相信，咱会当提供这个社会减少一寡计较，增加一寡温暖。圣经咧讲到的，先知以赛亚伊的处境、伊的环境，中文和合本安尼讲：幽暗能遮盖万民，百姓的处境依然艰难。但是咱来看咱真的社会咧。咱看咱的台湾社会，看这个世界社会，人有法咧攻击人，国有法咧攻击国，所以这个世界环境黑暗仍然遮盖万民。但是上帝的话，毋是甲咱讲无要紧，咱等待这个环境变好，咱等待这个世界黑暗过去，才过来讲。上帝甲咱讲的是。兴起发光啊！不是因为环境条件成熟了，也不是因为我们手上的资源够多变多了，是因为上帝的光已经临到我们了。问题是，咱愿意领受上帝这款的呼召无？咱愿意为着上帝来发光无？前几天。4天3暝联合建造营才结束尔。这个联合建造营原本是永和圣教会、嘉义古林长老教会、甲咱台北南门长老教会3间要做的一个联合的事工。这边主要的负责有比执行的是永和圣教会。当迄阵咧，甲因问讲啊，因费用有算出来啊无？咱每一个人爱交偌济钱的时阵，因讲。4天3暝，包括3顿的食，包括大，包括所有场所，因为咱伫遐讲4天3暝用遐场所是咱要转用，因为咱的行程安排作案的，所以遮个场所、遮个会议室，拢总爱搁另外算钱。我本来咧想，安尼落来一个人应该2、3千块走袂去吧？伊讲嘿，算的一个人可能爱2400、2500。好，安尼我来甲要参加的这些青年青少年来讲，但是伊讲，因教会无爱互因的囡仔负担遐悬，所以因对宣教基金内底提拨因的经费，补助了后，每一个人交1800块就好。但是因嘛想着讲，比如讲家己广南教会爱去负担对南部起来台北安尼来回的交通费用，所以因嘛。愿意包括广南教会青年青少年，因嘛是甲因打落来，大家拢交1800就好。咱台北南门呢？咱台北南门离台北去甲平拉真近，因为咱去是坐捷运转客运入面尔，咱无遐济交通费，安尼咱爱交偌济？永和圣教会讲，恁的囡仔嘛是阮的囡仔，因为咱平平拢是上帝的囡仔，所以拢总交1800就好。你敢知我听到小可歹势呢？永和圣教会永和圣教会，因平常时咧做礼拜时阵只有70-80个，因的礼拜堂是公务1楼的礼拜堂尔。
啊，因的地下室是因的幼稚啊，迄个主日学咧上课的所在，所以因的小组其他的单位要聚会，就爱家己去找所在，家己去找时间，因为因就只有公务一楼做礼拜堂，地下室做主日学教室。所以，因来补助咱的学生、咱的囡仔时阵，讲起来我小可好，有点汗颜。后来，阮这个计划有其他的牧者、其他的教会知影了后，佫有3间教会陆陆续续拢讲因嘛想要参加。但是，这3间教会一间比一间较细间，上细间的伫南部有一间，因遮20几个咧做主日礼拜尔呢。所以，永和圣教会足霸气的。哦，佫加遮侪人参加，不要紧，因佫倒去甲因的教会讲，啊无咱佫提拨第2笔宣教基金出来补助这3间教会，好无？所以这边的联合建造营尾仔全变做是6间教会做伙啊。讲实在话，一间只有伫公寓内面的小教会，因只有70-80人咧聚会，70-80人是包括高中生、国中生哦。因为因的学亲拢会做伙来做礼拜哦，所以即款的70-80个的教会，你也扣掉遐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这学亲了后，其实真正有能力趁钱的大人无遐尼多啊。但是永和圣教会因感觉讲，既然在神国的家庭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因就是努力来奉献、贡献因有法度贡献的所在，因用安尼来疼惜咱的囡仔，来疼惜上帝的囡仔。所以我相信，永和圣教会虽然只是一间公务的教会尔，但是因这款活出敬神爱人的生活，当因努力打拼伫遐奉献、忠心服侍、宣告传福音的时阵，我嘛相信，这间伫世间人所看到现准是世间的教会我相信伫上帝的眼中，因是真中有行动力、活泼的教会啊。所以有当时咱来看，咱的生活、咱的工作、咱的性命，甚至教会的事工，有当时会冻掉的、会卡住。毋是咱无资源，毋是咱无人，因为咱常常拢咧等一个更较好的时机。读册的毋茫讲等我以后食头路，食头路的毋茫等我以后退休，退休的讲我尽身体无法度啊。咱拢永远咧等待一个更较好的时机啊。所以不是我们没有资源。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前进，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打破原来的习惯、框架、观念啊。所以圣经跟咱讲，咱的上帝是一个行动派的上帝，他是一个做心事的神啊。顶礼拜慈恩师母带着咱教会有7个青年、青少年去参加这个联合建造营，因用因的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光已经临到因的心上，所以咱需要注意今仔日的经文的顺序。今仔日经文的顺序，毋是讲咱先发光，咱先发光了后，上帝的光要临到。今仔日经文咧，甲咱讲的是，因为上帝的光来，咱受到呼召来兴起发光啊。所以启动生命、建造生命，毋是讲咧逼咱努力，搁再努力，拍拼，搁再拍拼。只是咱需要倒转来一个现实的状况，就是上帝的阳光、上帝的光已经伫咱的中间。问题只是咱愿意领受，咱愿意为着上帝起来发光无？所以对这个青年、青少年来讲，有主乐，有义恩，有祥恩，有信宏，有心佑、宽润、奉义。对因来讲，歹势才欠信宏的相片，因为我遐相片早奇怪，我遐几张信宏的相片，那拢是看到后脑勺，看到背影尔。信宏的背影看起来真很倒，不愧是我们的孩子哦。对因这7个青年、青少年来讲，建造营不是只是为了办活动而办的活动，不是为了要证明这些少年人有咧情有活力的活动尔，是伫遐，我们可以看见新一代的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的生命，他们愿意，他们值得被神启动啊！同款，今日咱要召开年度的合会，这个年度的合会
不只是伫遮各个团体、各个单位要做例行性的报告尔。咱若只是听因做例行性的报告，我毋知影咱有人会感觉无聊，甚至规气我较早来转好啊。其实每一遍的好会，咱拢爱去思考一个更较深的问题。这个更较深的问题就是，咱的教会愿意为着上帝来发光无？咱的教会，你有看到上帝荣耀要彰显伫咱的中间无？要就会有，不要就没有。上帝会甲咱讲，伊的光临甲咱，要我们就会持续的有，不要就会没有。所以黑暗是真实的，但是上帝的同在更真实。启动生命不是在否认问题的存在，是因为你这个问题中间，咱要挖靠着主耶稣的名，咱做伙祈祷，咱做伙宣告。咱不是要靠着这个环境来定义咱的未来，咱要靠的是上帝的荣耀来决定咱的方向。所以启动生命不是一个口号，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而且不是明天，不是将来，是今天。今天，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愿意的话。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各位兄弟姊妹，这个问题，这个呼召，当上帝点着咱的名，互咱三个组织坐大家的时阵，我们愿意被神，我们为神启动一个活泼的生命吗？三个来祈祷。天父，阮上帝，阮感谢你，透过圣经的话语，透过圣神的感动，阮恳求你会当移刷开阮生命中的软弱，阮恳求你开阔阮的生命，开阔阮的眼界，伫阮的生活中间，你互阮温上加温，力上加力，来活出真做你囝儿的荣耀甲毋忘。搁再一遍，阮献上阮的感谢。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大家来念信息，信息第646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请起立。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带我往前日日进步。世间无论危险艰苦，求主耶稣时刻保护。我会求主耶稣基督，全力伸手时刻保护。我的真心做你合心，你大是阮亲像保护。无论拄着患难艰苦，是伫行遍大路途，无论海面是山顶，但是大为主因保护。我会求主耶稣基督，全力伸手时刻保护。我的真心做你合心，你大是阮亲像保护。我打出手庆祝耶稣，我行天路自高祝福，世间好好。
是阮亲像保护。但求救主常常照顾，受事信心扶持帮助，到要看也是关系，真是人的主保护。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全的拯救是给保护。我爱真心最的欢喜，你大是阮亲像保护。请坐。奉献，要拜托所伦执事甲家奉执事。请咱起立来吟奉的诗歌。请坐。伫咧召开今日的互会进前，由我来报告。教会消息，欢迎今日主日咱要召开一年度定期的互会，欢迎大家兄弟大家来参加。今日互会了后，由阮伫咧地下室来通来享用爱餐。即礼拜是妇女团契来服侍。第二有个主日2月15，因为迄个春节的关系吼，要旧日过年的关系，所以第一堂的礼拜暂停，要举行岁末感恩的联合礼拜。第二2月17是大年初一吼，初一旧日的初一。10点半欢迎吼，咱来参加新春的清社赞美礼拜。续接到2月22的时阵，就会恢复2场的礼拜。下面第3、第4、第5吼，咱教会因为有寒假的关系，有一部分的聚会要暂停吼，请兄弟大家来家己来过目。
教会消息大多的事项以及上后尾奉献的明细，请大家家己来过目。若有啥物重大的所在，请办公室来跟进。下面会员的互会，咱交互小会的书记何中央长老。兄弟姊妹平安，咱即时要来召开2025年度的会员好会吼。咱即个好会开始之前，我先爱报告今仔日的人数吼。咱到目前，咱会当看迄个好会手册第3面，就真清楚。即摆目前的会员的在职的人数，人在职在吼，有280名。280名扣掉24名，24名就是叫做不可抗力啦吼，不可抗力。今仔日有出国也有特别请假的，即款叫做有扣掉24个，24个就是讲扣掉24个，就是剩280个扣24个，要爱过半就是爱有129个人，129个人出迄个就生会啦吼。咱目前到即摆有146位吼，真多谢。今仔日天气透早真冷吼，加上无落雨出席安尼算真踊跃啊吼，146位有出席吼，真多谢。好，咱我报告即个人数，咱即摆甲即个开会祈祷，好会开会祈祷时间交予议长大牧师。咱三个来做开会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知影，因为你的恩典选调阮来成做你的囝儿，那阮三个组织，而且为着台北南门教会，今年度甚至为着搁甲以后的时间，阮三个伫遮，不管是报告还是计划等等，愿你帮赞，愿你的圣神保守因带，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要所叫的圣名，阿门。好，咱即摆开始报告的项目吼。第一项就是2025年检校委员的报告吼，咱真感谢2位检校委员拢真用心，前半年后半年拢有照起工咧，甲咱检校吼，甲咱提意见。一位是咱请即个陈培豪、陈培豪律师吼，咱伊来报告吼，代表咱2位检校委员名伫即个顶头吼。陈培豪律师啦吼，另外一位即个林博华是会计师吼，即2位拢真专业，真负责，吼甲咱的校吼，迄个整理个真好势吼，请。大牧师，各位兄姐，大家平安。2025年的校目吼，阮甲迄个林会计师，阮两个拢有详细看过。阮是个别看吼，若感觉校目内底有啥物所在爱修改，还是讲补长音啦吼，较济是补长音啦，其他校目拢无啥物问题吼。所以全年的校目拢检查过，正确无误。直接报告，感谢大家。多谢。即摆佫过来各单位各事工的报告，咱就照即个目录吼，第3面即个目录的顺序吼。我念迄个，请你照即个顺序的人负责人开报告吼。第一个我小会报告由我来报告吼。咱小会就是小会工作，就是咧整理即个会员的名单啦吼，举办各种的会，迄个会员好会，也是讲选举，也是所以2025年，咱知影上重要的小会上重要一个工作，就是咱聘请大牧师8月初1已经到任吼，8月17已经就任。咱旧年度小会上重要的工作，就是即个工作真顺序，不管迄个监选选举，还是各种的程序吼，拢真顺序吼，甲中会配合，所以伫遮吼趁即个机会，甲大家真多谢吼，特别伫好会，还是讲选举的时，拢会当咱遮兄弟拢会当来配合吼。
啊，小会咱今年吼，咱会当搁落去看，有个人对即本合约手册毋是真清楚吼。咱看第二面，你看吼，这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南门教会即在人在啦，即伫的啊人啊伫的，这就是即在人在。大概在座的你会员拢伫即个所在吼。即摆有整理到280名。啊，你看，搁隔壁面吼，隔壁面就第4面甲第5面，就是即在人不在，但是伊伫国内，即即在人不在，伊人伫国内，啊，暂时就是讲有较久长请假，啊有超过一年，照法规是超过1年以上，拢毋捌出席的，会当囥伫即在人不在安尼啦吼。啊，咱阁有分国内甲国外。即2个名单吼，第4面甲第5面已经差不多10几年捌整理啊。啊，我今年甲办公室吼，用足侪时间落去整理吼。你就足侪伫国外已经出国30-40年，拢总毋捌联络的，我拢爱去问吼。有的已经超过95岁，啊是还有伫的无，拢爱去确认吼。啊，搁较确认国内即2面吼，我是要拜托大家，恁有时间吼，即2面名甲看一下。国内也好，国外也好，你若知影讲有重大的即个已经错误，请你毋通客气，爱甲我讲。吼，比如讲某某人已经伫国外已经过身啊，已经即个人已经无伫，也是讲即个人甲留去的，请你毋免客气。即个名单是一直滚动式一直咧整理啦，吼。好，啊，小会报告啊，咱会趁今年，咱看即个小会报告吼。小会报告简单讲，就是咱教会有15个执事，9个长老，15个吼。啊，咱每一年改选1/3，就是9个长老每一年改选3个啦，吼。啊，执事改选5个，所以咱会连续3年，啊，一任4年嘛，吼。所以咱会连续3年拢有选举，连续3年选举，啊再休1年。啊，今年2026就是休困年。所以今年无选举，今年较轻松无选举。啊，即个选举的有结果拢写伫小会报告内底，咱家己看吼，几票啥，这拢爱记录较真清楚。啊，所以今年无选举，但是明年2027开始，就去连续爱选3年安尼啦。咱教会选举大概，啊，咱到目前为止拢真顺遂吼，拢有照起工。好，小会报告，请迄个书面的部分，请家己看吼，到15面、16面吼。搁过来中执会的报告，中执会书记，有带你这种新的，咱照顺序先坐来，较搁后壁紧坐来头前吼，毋通叫着我才开始找人。2026年新的中执会书记是即个赖宁玲吼，啊，旧年是咱是迄个梁家宏执事做5年的执事，啊，咱今年开始改做赖宁玲执事吼。像这平安哦。甲报告大家中执会的代志哦。中执会大家毋知影，中执会咱中执会有分，拢总有9组吼，有9组啊。每一组拢有一个长老甲执事，甲搁有一寡教会一寡兄弟来斗相共推动教会的事工。啊，旧年开，我们3个月开一遍啦吼。啊，旧年是开。嘛是开4遍，啊，若是有啥物代志，大家会当甲遮个组头，就是遮个长老，也是讲咱内底迄兄弟，遮拢有足侪名单吼，会当甲伊反映安尼，多谢大家。来，咱种各组吼，来第一个传道组组长是即个蔡群典长老吼。各位兄弟平安，传道组啊，旧年2025年的报告，请大家过目，咱为着遮来感谢上帝。啊，今年
时间的计划，咱可能头仔嘛有报告过吼。有知影，就是讲咱2月份生活查经班，休1个月，了继续咱，第2项就是教会周间的祈祷会，逐礼拜4的暗时7点半到8点45分。我印象是1个月来拢差不多是超10通名，时间拢掌握了真好吼，所以袂讲牵伤晚。第3项是预定伫10月31，咱伫教会要办一个信仰的造就的讲座，即马讲完甲主题咧筹备的中间，过来是嘛是搁继续，若有文书，也是讲你有意愿的长老也是老师吼，你会使来甲团队组报名，阮来办读书会继续。第5项就是嘛是即马咧进行的1年读圣经1摆，拢是团队组甲教育组来合力来推广。目前是顶悬遮经证到82名，另外佫有别间教会的青少年嘛是有一堆吼。其实咱别人拢要对南门的进度，嘛希望咱袂兄参加的兄弟有感动，会使做会来参加，佫会赴啦。即马才2月中，过年是永远无代志吼。看韩剧不如读圣经，安尼吼。好，简单报告到。咱团队组今年是大手笔啦吼，有2个早，一个拜3的即个生活查经班，佫即个拜4暗，即个迄个专教会祈祷会嘛，拜4暗吼，甲咱即个1年读经的课程吼，这真重要，即个团队所今年所要做的。迄个教育组，请梁家迄个赖明恩长老无伫吼，请梁家宏技术来带。一只代表教育组罗长老来报告吼。上主要咱伫手册24面有一只有将咱今年都要做的事工吼。这第2个应该是2026年的活动啦吼，一只来做一个更正。主要事工伫除了个青年团体、少年团体，甲处理的事工拢照时间来举行哦。特别为着7月份吼，咱青少年团体有一个短宣队吼。我想咱导师头拄伫讲道当中嘛有分享到咯，因咧去做营的当中，这个短宣队较特别，咱就有甲其他的教会来配合合作，这是第1个部分。第2个部分就是伫咱8月21到23号，有咱儿童主年的夏季学校，一只也邀请咱在座兄弟姊妹会当为着这个事工来带导，会当邀请你的时阵囡仔孙仔拢会当来参加，若有需要同工嘛，欢迎你会当到阵吼。以上一只来做补充报告，多谢。各个礼拜组吼，第25面，这礼拜组我来报告吼，我礼拜组组长吼，礼拜组就是啥物代志呢？你来做礼拜，你目睭天开看到的物件，甲礼拜组拢有关系。礼拜组吼真欢迎，咱像讲有的会友嘛，甲我反映讲，荧幕伤细，字伤细，嘛有讲字伤太亮的，嘛有讲太暗的，嘛有讲花插伤悬的。拢总有啦，什么拢有啦吼，真欢迎，无要紧，你有看到啥，感觉不舒服的，感觉怪怪，拢甲我讲，有诶有迄个稀奇古怪的意见吼，你拢无想到的吼，我拢会听到吼，包括咱即马会食到吼，有诶讲卖定啊牛肉，有讲咱无鱼，有诶讲伤咸，有诶讲饭伤多，有诶讲饭伤少，拢总有啦吼。教会就是安尼吼，我就听你讲，你有啥物，你做你来，我拢会当应付。这礼拜做，礼拜做会讲做咱25面咱家己看吼。来，这个下一组就是这个，是嘞，圣乐小组要报告无？无吼，圣乐小组甲敬拜团即马是编伫礼拜组内面吼，所以圣乐小组甲这个敬拜团的代志，嘛会使甲我反映啦。这也足多啦，意见也足多啦。
语大伤大声啦，唱嘛有讲毋通叫遮老的一直徛起来拍手啦，吼，嘛拢总有啦，吼。吼嘛有咱较轻松无要紧吼，嘛有讲牧师毋通一直叫人问候啦，吼，毋通拢有啦，什么反应拢总有啦，吼，牧师拢有咧听，牧师拢总知，吼，放心。来，周母周。兄弟平安。总务组主要是负责咱教会所有的硬体的方面的设施吼。去年开较侪钱的，就是即个荧幕啦吼。今年阮有一个计划，就是要改修即个1楼男生厕所遐吼。遐因为幼稚园吼的规定是讲现在小孩子袂使当迄个小便池吼。放尿吼一定要用迄个小便斗啦，所以咱顺这个机会会甲这个一楼的厕所吼，男生厕所啦，做一个改变吼，顺续甲美化一下吼。另外就是一项代志，当遮拜托兄弟吼，咱有请迄个清洁公司来替人摒扫吼。有时吼，大家可能有看到，可能倒位无。做了无啥特动吼，无啥好吼，会直接甲遮迄个清洁人员讲吼，爱去做啥吼，这对因来讲吼是造成一感觉困扰吼，所以请兄弟也是有发现讲倒位做了无好的所在吼，请直接甲办公室来反映吼，我会甲即个清洁公司来改即个参详该督促吼，谢谢。这点我顺便代表办公室讲者，咱即摆甲咱做清洁工，即个是清洁公司派伫遮的迄个外劳啦吼，菲律宾的迄个外劳，所以伊就是照迄个清洁公司互伊的迄个 schedule， 伊就是照迄个时间，照迄个去拍算。伊吼，咱足侪，这是我头拄仔讲的啦吼。咱足侪兄弟吼，会甲指挥啦，伊拢听无啦，吼。要你拄仔伫6楼，拄仔伫6楼用便所，便所有一滩水，你看到海那有一个水，你坐电梯落来，拄到外楼，怎啊讲6楼安怎，吼。连伊迄个个指挥办公室，迄个连伊指挥6楼、4楼也要指挥，无来甲讲啥，拢总听无，吼。所以伊足紧张，转去讲，我敢若做无好，大家拢甲念安尼啦，吼。所以要甲大家拜托，就是讲，咱若看到即个清洁的部分倒遐无好势，是讲你希望甲办公室、甲两位干事反映，吼，甲两位干事讲落，因会收集起来，会甲伊讲吼，所以补充这点。好，关怀主席啊。19岁28面，关怀组因为白长老。组长、白长老今仔拄有大学有问题，有无拄好吼，请我代替报告。关怀组就是旧年吼去探访，嘛拄着啦有个别式尽量去参加，嘛为着到兄弟吼。无论伫教会内底，也是去厝里去探访，替因祈祷。另外一寡生活实际有需要帮忙的，无论是各方面的，阮就用实际的行动甲经费来去甲因关怀。今年嘛是继续同款的，另外就是讲，真希望有搁较侪人，你若感觉有志，想要伫教会做。关怀的事工的，请毋免客气吼，甲我也是白长老来反映，阮希望会当搁较有效率无论是下班的时间，还是讲你用周间的时间日时，若有拄好阮真需要同工来做关怀实际吼。牧师讲的吼，咱其实免讲什物花光你就是会当关怀咱的兄弟安尼。因为真欠这人
迄款单工永远拢欠啦，袂讲满啦，吼。好，啊，另外实际的祈祷会嘛，就希望吼，非广告时间啦，希望拜四暗的祈祷会啊，会当实际来到咱中间，吼，啊，你也是讲你有要替啥物人祈祷啊，吼，啊，伫祈祷会内底会看到上帝应允，吼，啊，逐个会祈祷会哪，吼，啊是讲你家己有需要，嘛会使来参加，吼，啊，另外一寡迄款词汇的时间嘛会继续进行，简单报告到。服务组、服务组、服务组，服务组。大家平安哦。梅心执事今仔有代志，所以我代替伊来报告吼。啊，咱旧年的时间伫个29夜，啊，主要其实服务组做的代志嘛是看会到，啊，甲食会到的吼。看会到就是即2盆花插花小组嘛是服务组的工课。啊，另外就是国巴肚啦吼，大家早餐啊甲午餐吼，拢是服务组咧安排一寡兄弟来服务。这是主要是旧年的代志，啊，今年除了拄仔讲遐个代志了以外吼，有新的时间啦吼，啊，即个3节的礼物吼，即马要用咱来关爱台湾的农业吼，所以3节遐个礼物要采买农粮的产品，啊，这是请胡宗宇长老甲咱斗相共的吼，所以今年的礼物是甲以前无共款。啊，过来就是较特别的，就是有安排健康咨询吼，每礼拜即嘛是第1场甲第2场礼拜中间有健康咨询，啊，服务的医生吼是林兆峰医师，伊是心脏内科，啊，阁有蔡巡典长老耳鼻喉科，甲陈旭照医师神经外科吼，在第2季吼以后会固定来甲大家服侍啊。这周这个服务的是徐玉兰姐吼，玉兰执事来统筹，啊，欢迎大家来健康咨询，啊，买使开讲吼，身心灵都健康，谢谢。刘兄这下面换财务组来报告。请咱先开手册第71面。后壁手册第71面吼，咱来看即个咱旧年吼2025年的决算，以及咱今年2026年的预算。2025年的决算，吼，即个所在记载908万的经商费的收入，以及222万咱对外的奉献的总额，啊，即2个加起来，咱旧年的收入是1131万。咱奉献来讲，奉献收入来讲吼，咱对内对外的奉献吼，差不多占2成左右吼。啊，咱经商费的奉献，顶头即个908万9千吼。照咱的预算950万来讲，虽然有淡薄仔差距吼，总是即个已经达到95%吼，算讲已经真袂歹一个成绩吼，啊，真感谢兄弟对着教会事工吼的关心、态度甲奉献。支出的部分，72面吼，72面。上下骹遮有一个9694748，这是支出的总额。支出的总额包括一般咱的种种的事务费、事工费、吼人事费用等等，以及拄我所讲的对内对外的奉献哦。啊，对内对外的奉献，伫个支出的部分，当然就是
收偌济就支偌济吼，因为咱就是来到教会户头内底了，咱就照会友所指定的吼来拨互教会内各团契，也是咱外口的组织教会吼。第72面上下骹2025年的收支的决算吼，收入减即个支出吼，有161万6933块的收支的吼余额伫即个所在，就是讲咱收入有超过支出吼161万。当然，即个所在，因为咱即个主要人事费用的部分吼，照咱所在，咱2025年有一段中间差不多将近至少半冬的时间，吼，咱无聘请牧师。事实上，咱以往嘛有2位牧师吼，一位主任牧师，一位咱是教育牧师吼。咱旧年变做大概只有半冬的时间吼，有头前2个月是张牧师，后壁5个月是杜牧师，所以大概只有半冬的时间，咱有一位牧师，所以伫即个所在，当然人事费用的部分会较比往年较减。上时咱虽然讲到旧年大概伫个9月进前第3季进前，咱的收入吼小可无特别的增加，总是到差不多到11月、12月吼感恩节以及咱的即个圣诞节吼，咱会友拢真热心吼，有较大金额奉献的收入，所以咱伫个2025年依然通有161万的余额吼，收支的余额，即点真感谢。煞只2026年的即个预算吼，嘛做伙伫遮报告。2026年的预算吼，咱预算比2025年的预算吼，咱有增加50万吼，到即个1250万。咱对内对外的奉献的预算，甲旧年同款250万。总是咱经商费的收入，咱提悬到即个1000万，对950万提悬到1000万。因为伫个即个编即个预算的时阵吼，咱有去看到讲咱以后教会的事工的推展吼，咱依然有真侪需要吼投入的所在，包括咱有可能讲对今年的下半冬吼有需要搁聘请一位牧者吼等等。咱嘛知影讲，因为咱即个物价吼一直伫起吼，咱的譬如讲咱的水电费吼，咱每礼拜爱餐的费用吼，咱清洁的费用吼，等等，咱的修理修缮吼，设备的更新等等吼，在拢需要吼用到即个费用吼，咱而且伫个即个物价哪来哪悬的中吼，咱实在必须爱伫即个所在，也拜托咱正兄姐议员来关心，来即个大道甲奉献对教会经商费的支出的需要。像是咱今年嘛有照塔大吼教育组所伫有讲到个，讲咱暑假的时阵，咱青年团体、少年团体吼等等嘛有准备生活营吼、短宣队等等的吼，即个所在教会嘛有拍算要来补助，所以伫安尼种种的吼考虑下面吼，咱将即个经商费的收入提悬编列1250万，
即个2026年的预算，啊，希望咱通了解支持。第73名遮宣告的奉献吼，作为来报告，宣告的奉献主要是早前伫个咱即个有一个生日奉献吼，生日的奉献吼，咱拢专款专用伫个宣告的奉献顶悬。到即马来讲，除了生日奉献以外，咱大概伫个8月迄个时阵有一个专门宣告的奉献主日来呼吁咱对宣告来关心安尼。宣告的奉献，去年吼，咱大概有照即个表所收集报告顶头所显明的吼，显示的都大概有将196000个吼，咱会友的奉献。咱支出这边主要是咱对着咱本庄的神学院、台湾神学院、圣德圣经学院，以及咱伫个台北即个博爱手语教会的关心甲支持，甲公报社吼等等吼，写伫即个顶头，请人来过目。第74名，咱嘛有定一个即个宣告基金的管理办法，这是照现状吼，咱来定一个即个办法。主要宣告基金若要动用吼，拢会爱经过小会同意。第75名遮基金的报告吼。咱的基金，咱遮写基金，主要其实是就是咱一般伫讲的建筑基金吼。建筑基金就是将咱即马每一年咱即个经常费，若有剩，咱就拨落即个基金，不管用活期存款还是定期存款的方式来保存伫即个基金内底。基金的动用当然嘛是拢爱通过小会来管理吼。基金内底，咱看第75面吼，咱增加的部分，一个是咱2025年即个收支节约160，拄啊，咱伫头前所看到的161万，有种种的利息的收入。另外伫个平安园的墓园即个所在，咱有2位吼别墅的。兄弟有本来有9个单位，即马变7个单位，有卖出2个单位。咱基本上是对咱的会友有一个9折的优待。平安园即马若是标定25万，咱互咱兄弟来使用是9折225000，所以伫2025年有2位兄弟来使用，所以即马还剩7个单位。下面是主要咱定期存款等等的名册，让咱来过目。伫即个所在，因为主要建筑基金吼，咱教会若有较大的修缮更新吼。伫个经常费可能较无法度，譬如讲100万以上等等的，若有较大的支出的时阵，照小会管理来动用即个基金吼。进前即马渐渐，无的确嘛是也有机会，总是有一段时间较无伫讲，就是咱教会对面的办公室甲无使馆，甲头前即块土地吼，咱有一个都市更新的可能性吼。进前1-2当前，咱迄阵伫讨论的时阵，就是讲，若是博士馆来讲，希望讲，咱所本着的博士馆会当搁较家己，买较济的坪数吼，譬如讲，一般的博士馆可能咱通本着可能20平，还是无甲将近30平，总是可能爱考虑博士的组合伊个家庭的状况，咱会当搁加买10平、20平，来安尼较好使用。总是因为安尼，咱可能咱知影遮大概1平，即马至少150、120、120，所以咱有
到时若真正有需要的时阵，可能会着用即个建筑基金，咱即马所看到即个基金来支出吼。那咱第76面嘛有即个基金的管理办法吼，拢定伫遮。77面咱对外的奉献哦，咱会友为着本宗的教派、非本宗的教派以及教会吼对外奉献等等，以及后壁吼明细，请咱兄弟来过目。以上。牧师啊，甲咱各位长职啊，甲咱的会员，大家平安。接续由社区宣教组来报告。社区宣教组相关的资料是伫咱的32面到36面。社区宣教组简单来讲，所办的活动就是讲，望伫咱本会会员啊，甲咱的子孙会当来参与透过相关的活动。当然上重要就是咱这个社区范围内伫遮的居民住伫遮的人，会当甲咱做伙来参加活动来认捌上帝。啊，所以这个活动内底啊，去年重要的大概有几项，第一项就是健康的人，健康的人咱有用几个班啦吼。第一个就是长青乐活，长青乐活每礼拜是早起9点到11点半，啊，佮食饭就12点超过啦吼。这个是长青乐活。啊，来第二就是针对手机啊，手机啊，毋是讲教你安怎用尔，含 AI 啦，要安怎去判断这个是正确还是无正确，就是这消息会甲你骗卖，等等有真济，所以这个是每礼拜二，有关是伫9点到12点中间的相关的活动，这个是针对健康的人。第二就是识字啦吼，识字班，因这个识字的人来，啊，甲伊照顾的人。这个像咱较早蔡政府长老咧做这个社宣组的组长了，阮都一直做。啊，即马咱足感谢，即马是由咱叶执事，就是咱叶校长，啊，甲咱马街的团队伫这个所在继续咧甲咱帮忙。所以这个咱有缘继续咧推动。啊，来就是烘焙班啦，就是咱讲的社区的在地班。烘焙班有缘咱嘛是迄个顶半年下半年。啊，来就是。即摆牧师来了后的是师母吼，师母迄个林慈韵林师母，伊望会当过来增加社区的亲子讲座，所以咱有拍算伫5月初9有要办亲子讲座啊，所以真望咱的兄弟大家当来参加。伫即个社宣组咧推动过程当中，去年，比如讲即个长青乐活也好，还是手机啊班也好，即个伫春季的时阵拢客满啦，到秋季的时阵煞。还佫有名额，所以阮真望今年3月到6月，即个是春季班，咱有济咱的兄弟有缘会当继续来报名。啊，若假使讲迄个咱的厝边隔壁附近遮的，咱有缘欢迎，咱家会当甲因招来参加，因为即个各位咱若看34面、35面，迄个课程拢真好啦，非常好。所以这不但我看后医疗啦、后生活啦、音乐啦、文化啦等等。这个对咱本身这确实真实用，所以这个真欢迎咱今年有缘春季班、夏季班会当继续来参加来报名。上重要要感谢就是足济咱的兄弟因奉献时间、奉献金钱，伫这个社区宣教。所以咱社区宣教去年还佫有存钱，本来到的是讲一年大概有预算20万要来补助。但是去年用10万块就有够啊，因为其他咱有济兄弟佮大家来奉献，所以这个要趁这个机会，有缘要感谢各位，无论你是奉献时间，还是奉献金钱，阮真感谢你今年有缘会当继续替阮带导，也会当互这个组所做的，拢会当利益上帝，利益咱的社区，也利益咱本身，感谢。来研发组就长老。有没有大家平安？研发组报告吼，研发组过去一年的时间，主要就是你建立新的住的环境，亲像地下室的设备，已经会当互地下室加做一个
举办音乐会敬拜的空间。阮嘛互教会有网络的空间，会当互各团体拢会当来使用。另外，阮嘛有新的社区的时光来发展，有几个同工开始入去南门国中来带社团的课程。无数你讲到的时阵拢有讲到。啊，社团的课程的时间是伫礼拜五的下晡3点至4点的时间。啊，阮包括我有4个同工来做伙参与。有齐正执事，啊，佮有黎新的太太佳慧，啊，嘉伦，啊，佮有安柔，咱因拢拨时间来参与这事工，真感谢。嘛，请大家替阮代祷，因为这事工，阮按算要进行至少3年，若有法度的情况下，会当互学生来参与到咱的少年团体，安尼是上好的代志。安尼今年度咱要继续伫旧年的基础顶悬来发展，啊，要有声来改善礼拜堂的声音录音的设备甲录影的设备，这是要先来规划的代志。啊，另外教会网站就是你伫周报顶悬看到迄个 QR code， 啊，迄个内底是咱教会的网站。我嘛希望讲会当来增加迄网站的功能，会当互各团体有新的功能会当来使用。另外，今年度真重要的事工就是成立社团法人啦吼，这甲阮社区咱社区的工作有真重要的关系吼，特别是之前提到讲迄南门国中社团的课程，所以研发组主要吼是要研究新的事工，若是各位兄弟有想到啥物新的意见要来反映的，请甲阮同工也是我直接来反映，若是你会当来直接来参与是搁较好。以上报告。好，过来是各团体吼，咱各团体的报告真简单就会使吼。你甲迄个是啥物款的团体啊？聚会时间啊，内容大概是啥安尼？甲大家报告一下就会使。来，第一个成人主日学。伫38面，成人主日学啊，阮拢是礼拜日爱餐了，差不多到2点进前，啊，大家用淡薄的时间啊来分享，啊甲来读圣经的款内容，啊，目前差不多10几位啊的成员，嘛希望有新的大家来参加，啊，简单报告到安尼。大家平安，我代替那个陈其正校长来做报告。那我们儿童主日学呢，基本上是10点的时候是在这一栋的4楼教室。那幼儿呢，就是幼稚园的呢是10点半在1楼的幼儿园。那我们今年呢，在年初的时候已经有办了一个就是生活营。那今年呢，我们的暑期夏令营是在8月21号到23号。那邀请就是家里有合适的孩子，可以来一起加入我们。那我们这边也在征求想要再找多一点老师一起来做服侍，一起来喂养主的小羊这样子。那感谢主，谢谢。大家平安，我是少熙会长李优乐。我们的聚会时间是每个礼拜日早上10点半，在6楼。活动内容都在手册里，请大家自行参阅。欢迎大家多多关心少年团契，谢谢。这连续长老的孙啦吼，无介绍就拢毋知。迄李信的囝吼，过来亲戚。大家平安，我是亲戚会长李祖乐。那主要2026的规划都在手册上，请大家过目。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今年有比较积极的去那个聚会前的查经，然后大概是7点开始，然后经过半个小时这样。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今年有很多大一的新生，所以我们现在
基本上每一季都会排一个比较大型的运动会啊，像上一个月的话，好像他们是去爬山这样，然后这个月可能也是去运动场打球之类的，那就欢迎教会里面如果有兴趣喜欢运动的大学生或是研究所的硕士生，都可以欢迎参加亲戚的聚会，谢谢。他都要李幼乐啊，这个李主乐啦吼，啊，这个是李家明牧师的后生啦吼，不是兄弟啊吼两个。来，过来基石，大家平安，我是基督团契会长胡匡瑞。基督团契主要在聚会的会友是社会的青年。那我们分成2个时间，一个是隔周3的晚上7点半，一个是礼拜天的下午12点半。那差异就是在于，礼拜天的下午是亲子的聚会，我们也会安排这个青少期的小朋友帮忙带小孩，那让戚友们可以在这个聚会的时候来互相的分享，来互相的充电。那今年我们会再想办法开拓更多的年轻夫妻的聚会，也就是跟少企以及幼儿园跟主日学这边的家长，我们也会鼓励大家再继续的参加我们的聚会。那另外在小基石的部分，因为毕竟还是比较年轻啦，我们希望可以跟这个亲戚有更多的互动。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运动会，我们也有跟亲戚说，我们可以帮你们赞助一些经费，那也可以让我们这些社会的青年跟你们一起同乐这样子。那我们今年会有更多的互动，谢谢大家。好，敬拜团。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敬拜团的团长朱英琪请假，所以就是信甲小组代替报告。在久长伫早长，敬拜团都有带会众来用华语来学罗上帝。旧年嘛看到敬拜团来带着细囝，主日学来献诗，因对细囝的栽培。旧年的圣诞节节活动，看到敬拜团甲大家团契合作一体，为着主的福音来跑走。较特别的，拄仔研发组有讲到吼，地下室旧年有2遍的福音的茶会，甲总务组因种用心伫设计遮的设备，即马拢足较全啊，会当诚做一个聚会所在，嘛是会当诚做敬拜团团的所在。今年呢，若是嘛是继续来为着敬拜团进步来拍拼，也邀请着大家来若是有介意会当来敬拜团的欢迎哦，除了有乐手歌手，嘛有影音控制的，嘛就需要人才的。那请大家继续为着敬拜团来带到支持甲奉献，多谢大家。咱敬拜团这几年算真活跃的一个团契啦吼，有各分做 A、B、C 3团，各有少年团、青年团，拢做加起来50几个啦，吼，这个直逼松联团契啊，人数吼，这第2大的团契吼。好，下一个这个磐石团契。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磐石团契的会长邱志伟。那磐石团契聚会的成员呢，其实是现在目前很多都是长职啦。然后这些长职呢，都是在教会里面一起从年轻到老长大的，然后形成一个磐石团契这样。然后我们聚会的时间是每个礼拜天的下午1点到2点半，地点是4楼的主日学教室。那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磐石团契的成员啊，因为大家都很稳定，所以其实大家都很有默契啊。所以磐石的聚会的内容呢，其实也都很稳定。过去主要都是以那个查经、读书会的这种活动为主啦。那但是我们的成员呢，大概有另外一半，像我就是不是在这个教会长大的，就从外面的其他教会因为一些原因，一起在这个团契聚会这样子。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磐石团契的姐妹啊，可能都陆续上身体有一些病痛，所以但是也很感谢主啦，大概都有惊无险，没有什么事情。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呢，会让团史的这个聚会稍微有点成员的不稳定。
然后所以因此呢，我在去年大概9月接任之后的话呢，那大概会有一些做法，也就是在53页的那个施工展望里面，那除了定期的那个茶经聚会的这个活动我们会继续举办以外，但是因为呢，我想因为我们团史盘记也应该做一些改变了，所以其实我会把那个茶经跟读书会活动的成分降低一些。而且其实，在刚才前面大家有看到我们各的施工也都有一些主日学的一些安排，成人主日学或者是一些这个茶经的安排，所以我会鼓励我们团史的成员往那边参加。那除了这个活动以外呢，另外一个是我们会比较多跟教会的活动，还有一些主题进行交流。像例如说教会有一些活动的话，那我们假如自己的成员有参加，那我会鼓励我们的那个团契的成员呢，能够分享那些活动的心得跟照片，然后用这个方法增加磐石团契跟教会这个活动的连结。那另外一个是呢，因为我们是主日下午的关系，所以假如有一些新朋友参加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安排到磐石团契来，所以也因此呢，我们针对这些新朋友的部分，我们就会观察他大概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活动，然后来进行相对应活动的一个安排。那所以这个新朋友的加入呢，我觉得就像刚才所说的，磐石团契过去的成员都是很稳定。那但是随着这些朋友成为长职之后，那其实新朋友的成分，我希望能够越来越多了。那越来越多之后，其实过去的聚会的活动可能就要做一些调整。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在展望里面所要特别去加强的地方。好，以上报告，谢谢大家。大家平安。妇女团去报告，妇女团契是伫每礼拜拜五9点半聚会，到10点半。雅音合唱团嘛是伫11点到12点。妇女团契是一阵真可爱姊妹，嘛会当讲是婆婆妈妈啦但是阮虽然讲是婆婆妈妈，但是阮大家拢真有迄个生命的那个力量啦阮团契的活动会使讲真活跃咱会当看咱的手册55页咱旧年一年多，阮内面有生命的分享，有灵性的分享，也有我们大家好像一些姐妹互相扶持的分享阮的内容真好。阮雅音合唱团应该是安怎讲呢？阮雅音嘛是真水的一个服侍。阮就是配合咱教会一寡关怀的一寡活动事工。阮每个月第4礼拜嘛是雅音的献诗，阮对上帝嘛有献诗，对咱的会友嘛是真济关怀。妇女团契即马就是伫遮，阮的聚会差不多拢20通个啦伫遮就要邀请咱大家姊妹还是婆婆妈妈，没有年龄的限制，越年轻越好。那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这是团契报告以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是会长我做服务团契这个报告。服务团契现在阮一般时头两个月聚会1摆一年大概有6摆这个活动去年的活动看手册59页都写足清楚阮即摆活动差不多50个上下希望佫较侪人来参加咧这一年6摆活动，1摆就主要是有3摆是专题演讲2摆就旅游，1摆是咧春季，1摆咧秋季有旅游。年底即阵拢会办1摆大聚餐大家足热烈参加这是阮的一般活动，欢迎大家尽量来甲阮参加阮的活动，多谢。
年纪大了吼，爬楼梯有一点怕怕。感谢主吼，今仔日各位平安。感谢主，今仔日有通徛伫遮，甲大家报告上年的。阮上年一个月拢每一个月的第3礼拜有例会，总是即马正月都延到第4礼拜，因为过年吼。真感谢主，就是上年本来真侪人，但是有诶行动不便，搁比咱较早转去天国吼，所以即马目前才有40通个安尼。欢迎恁吼来甲阮参加。今年有3个新的会友参加上年团契，我感觉敢若较活跃，无阮大家拢真是婆婆妈妈吼，感谢主。即内底有数字奉献，感谢。若毋对，请恁甲阮反映，多谢，平安。90岁的会长吼，伊毋是90岁，毋是敢若做会长，伊拢用迄个手机 LINE 搁咧指挥，拢咧通讯安尼吼，逐项拢会晓吼，真难得。多谢。迄个圣歌队，各位兄姐平安，我是圣歌队队长戴仁宽。阮是2年选1届吼，所以旧年阮无改选，今年阮会阁改选。圣歌队是阮聚会是伫拜5暗时练习2点钟，礼拜日甲伫台语的礼拜来献诗。阮差不多一个月差不多上少2届，旧年差不多52礼拜有差不多30届。阮的成员是平常时有咧聚会，差不多是25个以下。若过偌济圣诞节是差不多有30空的。即届过偌济，阮对3月初开始伫礼拜日的中昼的加练吼，欢迎各位兄弟会使甲阮做伙参加。阮的成员的范围真宽吼，对少年团契甲少年团契吼，拢是阮的队员，拢有队员吼。请欢迎大家使踊跃来加入这个献诗的时间。好，报告结束。奖助学金陈怡如执事吼。大家平安。今仔代替迄个老张来报告。奖学金，旧年有颁奖的，拢有伫顶悬。那即马奖学金甲助学金，今年是2届。旧年真多谢大家的关心甲奉献。今年嘛，请大家继续关心跟奉献。安尼报告，多谢。南门幼儿园有来吗？杨园长。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南门幼儿园有以下3点要报告。目前南门幼儿园的小朋友就是已经稳定成长，来到28位。然后，因为和会手册上面是只有26位啦，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关系，所以就是陆陆续续都会有增加一些小朋友。然后在报告第2点的同时，容许我在这边为南门幼儿园打个招生广告。5月30号，南门幼儿园上午10点有办一个招生说明会，然后诚挚邀请南门教会的弟兄姐妹积极向身边有亲朋好友有那个刚好学龄前要入学的小朋友积极推荐南门幼儿园。然后我们的目标是要突破30位以上的孩子。然后这不仅是人数的成长，更是让更多未信主的家庭可以借这个机会来接触基督教的信仰的一个契机。然后第3点的部分就是我们在114年的结余的部分目前是103575元，然后我们将要妥善运用这一份盈余，继续的来优化幼儿园，不论是办活动或是教学。好，以上报告完毕，谢谢。
好，咱迄个报告案拢到这就结束哦。我伫遮简单说明一下吼，咱合会敢若有议案的报告，甲议案的迄个等下有一个议案的讨论议决吼。那没有所谓的质询啦，有人跟我合会，我有什么特别意见？我对这本有什么意见？因为这所有的预算、所有的钱都经过检账委员、跟长执会、跟小会核定过的。所以各位那是对教会运作这些，以在长老教会的制度是这样子，请你对中聚会还是对修会反映，而我们没有在这个地方举手说我可不可以问一件事情？没有哈，就没有让各位所谓的临时动议哈，这个顺便说明一下。还有一个讲，为什么叫做合会啦？然后咱讲会员合会，为什么不叫会员大会，而不是合会？哦，这是咱长老教会挺特殊的一个设计。合会应该是在这个意义，并不是大会。我们开这个合会，这个和是和睦、和平、合作，和平啦，和平和睦的意思哈，而不是会员大会哈。大家理解一下，这个合会，这个是咱长老教会真特殊的名字，是无是啥的嘛哈？是合会这个意思嘛哈？这我们很特殊的一个名称，大家爱知影者。好，再过来第5就是议案，咱即摆进入议案吼，有3个议案，3个议案咱甲时间交互议长主持吼，就是要接纳迄个旧年的决选，甲接纳今年的预算，甲改选迄个检账委员吼。是，咱有2个接纳案，甲1个推选案。接纳案的部分，相信咱在中央长老有甲咱解说过。咱有2位非常专业的财会的中职吼，包括正阳长老甲慧宇执事，因平常时非常用心，做小做了足有的，真正要对因的手中找出错误非常难。但是总是人啦，久久也有当时小可出错一丝啊。但是真感谢主，咱伫中间有2位吼，我安尼讲可能较歹势，就是讲足巨模的皮好兄甲婆啊兄啦。因2个只要真正有看到倒位小可无拄好尔，一定是退倒转去顶做。所以我相信讲咱的决胜有算的部分，经过咱遮真优秀中职甲检校人员了后，正常来讲，应该咱要真正找出问题，足困难的啊。所以咱第1个接纳案，因为这个接纳案嘛已经经过小会的审查过，所以我想咱长老就卖啦吼。所以第1个接纳案是2025年财务决算的部分，毋知咱的执事也是兄弟有咱要提议复议的无？安静无声吼，无我来点名。咱的中间迄个玉兰执事要提议，祥宇执事要复议无？好啦吼，好，若是安尼话，咱甲同意接纳的请举手。感谢主，感谢大家。第2个议案就是2026年财务的预算，我想大多正也长老解说非常清楚，咱嘛是尽量离开源节流这2个部分来努力。所以毋知有咱的执事兄弟要提议复议的无？有无？佫无就要佫点名哦，大家巴肚枵吼。无是毋是咱请迄个小文执事来提议？有人要复议无？好，遮侪人太好诶，无自论复议安尼啦吼。安尼所有咱的兄弟，你也感觉会当同意接纳的请举手。真多谢，感谢主。第3个推选案就是咱要推选2名的这个检校员啦。但是较歹势，毋是我有私心啦吼，毋是我有私心，是因为咱的皮校商、波仔商，因真正做了非常认真，佮足好诶。咱到要用拍破仔甲因多谢，佮牵鼓咧 ，OK 啦吼。OK， 皮校商 OK 啦吼，波仔商可以。无安尼，咱就是第3，咱就是2位委员嘛是麻烦皮校商甲波仔商因来斗3工。多谢大位，安尼咱今仔日的好会算真圆满来结束。咱3个来做一个结束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真正感谢你，伫好会这个部分，阮真正感谢你保守阮旧年一切顺利。伫新的一个年度，阮也恳求圣神，真做阮的帮助，甲阮的力量，互阮会当面对以后每一个无共款的时间，阮的当工伫无用的中间，阮由阮尽心尽力，
所以安尼感谢嘛，献上阮的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刘兄弟，把时间到这个时阵。拄伫咧报告的时阵，有一个所在要补充吼，伫咧咱的周报第8版吼，第8版上后面遮吼，迄个进度即个部分吼，后礼拜主日2月15应该是415书吼，遮有一个更正。好，咱三个来吟上人信息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临时煞请导师祝祷。请起立。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献命恩典慈悲，里面上帝救赎。心观灵，甲人感动，徛起大人心内，三位用地小人相通，提起高万世人，提起高万世人。愿被上帝的光今日照伫咱，愿被上帝用伊丰盛的荣耀，伫基督耶稣内面，互咱的需要一切拢充足。关照圣神伫咱内面的大能力，成就一切超过咱所求所想的。对这时伫甲永世大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遮济，灭道必会。